这个男孩在校门口被追债的拦下，同学的目光让他无地自容。立晨接到电话，急忙赶过去。与此同时，西渡正在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努力。她不再是那个冲动莽撞的少女，学会用计策，一举逆风翻盘，赢得了比赛。其他队员都很讶异这个实力超群的新人。西渡遇到不断耍阴招中断比赛的对手，也不再焦躁不安，以压倒性的气势打败了对方。随后开心地扑到杨教练怀中。西渡来到电话亭，想第一时间和立晨分享这个好消息，但却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他的号码。幼龄恭喜西渡实现了梦想。西渡调侃说：“这就是成为国家代表的好处吗？能让不可一世的幼龄主动和他搭话，并说自己的梦想并不是成为国家代表，而是成为他的对手。”西渡急匆匆地跑去书店，却没有看到立晨的身影。从老板口中得知他辞职了，赶到他家却发现他早已搬走了。幼龄得知消息赶到这里，几人都在焦急地寻找立晨的下落，但都一无所获。西渡请求幼龄告知自己立晨的号码，幼龄让他联系上立晨的话，记得告知他一声。西渡失落地回到家，看到门上自己送立晨的击剑，还涂上了他喜欢的颜色。立晨带着弟弟搬离了这个城市。那时从警局出来后，他就将自己和弟弟的呼机都扔了，承诺不会再让他经历这种事了。但他现在能做的也只有逃跑了。立晨搬来了舅舅家，母亲见到久违的儿子们，激动得泪流满面。西渡找班长借来立晨的广播录音带，想要在选手村的时候还能听到立晨的声音，就当他在给自己加油打气。班长疑惑西渡对立晨的不告而别，竟然丝毫不生气。西渡只是坚定地相信立晨的选择，他现在能做的就是默默帮他加油。这个女孩第一次登上电视，照片却是十分无厘头的样子。西渡妈带西渡拍了新的照片，质问他怎么能把那种乱七八糟的照片交上去，在全国人民面前丢脸。西渡成为了国家代表，却还是不能让妈妈满意。虽然不奢望能得母亲的祝贺，但也没想到会被骂。西渡妈说她要做的不是祝贺他，而是要帮助他受到别人的祝贺。西渡来到选手村报道，被分配到和幼龄住一间。西渡看着梦寐以求的队服，满心欢喜。幼龄告知他训练时间和用餐时间，并说自己睡眠很浅，警告西渡不要打呼吵到他。但夜里却是幼龄打起了呼噜，吵得西渡睡不着觉。西渡只能选择听立晨的磁带缓解。此时立晨也在为生活而努力奔波。西渡希望两人哪怕不在彼此身边，也能一起振作起来。他也会努力成为让立晨重新振作的动力。幼龄回到学校，看到门口挂了祝贺西渡成为国家代表的横幅。这时看到校霸朝他走来，正准备打招呼，校霸却对幼龄视若无睹。幼龄不解地叫住他，校霸说只是在体验无视打招呼的人的感觉。幼龄想起了那个时候，他急于寻找立晨，忽视了校霸的问候，歉疚地主动和他一起踢篮球，说他能练习击剑都是因为立晨。他因为家境不好，原本要被迫放弃击剑，是立晨家无条件资助他，他才能完成梦想。这也是他第一次告诉别人这件事。校霸闻言立即分享了自己多则不愿再提及的囧事，说这下两人就扯平了。3个月后，西渡更加努力地练习击剑，体力不支患上了感冒，教练却只是叮嘱他不要传染给幼龄。这个弟弟觉得哥哥在于是打工很丢脸，竟装作不认识他，这让立晨十分难过。立晨坐在门口等着弟弟，质问他是不是觉得自己丢脸，因为他已经不是那个开着跑车的哥哥了。弟弟不想说出是因为破产才转学的，害怕又像之前那样被人欺负。立晨认为这都是弟弟的借口。弟弟说他想要曾经那个耀眼的哥哥，而不是这个满身于欣慰的哥哥。立晨对弟弟的话感到很失望，让他辛苦的从不是工作，而是被唯一的弟弟这样对待。他为了他能无忧无虑的成长，抛下一切来了这里。弟弟却不想再听到哥哥说都是为了自己，明明离开首尔和要转学都是哥哥的决定，他也一样失去了所有的朋友，让哥哥不要再拿他当借口，这样就太卑鄙了。立晨失落的在外面抽烟，被舅舅撞见。立晨听了弟弟的话，觉得或许真的是自己的借口。他不断面试失败，所以才想要逃跑，却拿弟弟当借口，认为自己真的太差劲了。立晨在电话亭一遍一遍地听西渡的留言，这是他能撑下去的唯一动力了。立晨看到新闻上幼龄再度夺得冠军，西渡也夺得了第3名，看着领奖台上闪闪发光的西渡，忍不住红了眼眶。立晨将水龙头翻转拧开，回想到和西渡那段快乐的时光。这时天空飘洒下雪花，西渡也将水龙头拧开了。虽然分隔两地，但对对方的思念并不会停止。立晨拉着西渡奔跑，在一闪一闪的灯塔下紧紧牵着他的手。西渡一遍一遍地听着立晨的留言。立晨说今天西渡出现在他面前了，让他终于有了笑容，承诺会在漫画出新刊之前回来，让西渡一定要等着他。